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长老教会礼拜是用上帝话做中心的礼拜。咱的礼拜大概分做三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叫做准备的部分，就是叫做听候上帝话。这顶回咱有讲过。咱会用诗歌、用祈祷、用启应、用信仰告别来为家己做准备。将咱的心准备好势了，咱就要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领受的阶段，是讲授上帝话。咱会通过读圣经、甲讲道，互上帝话进入所有敬拜的人的心内。这是咱礼拜的一个重心。第三项也是非常重要，就是当咱领受上帝话了，咱就爱回应上帝话，来应答上帝话。咱会利用回应诗，会用奉献，会用接受祝福册客来回应上帝话。这是咱长老教会三个阶段，大致上分做三大部分。一个用上帝话做中心，一种礼拜方式。咱顶回有讲过，第一个部分，就是咱伫礼拜开始进前，爱听候上帝降临。咱有提起3点，第一点爱提早到，爱安静心，爱有较无上帝的心。这是帮助咱开始准备要进入这个礼拜。然后诗会用宣调，圣歌队用宣调诗，帮助咱提醒咱礼拜开始啊。接下咱就吟诗歌来表达咱对上帝的懊恼。咱伫圣礼典的时阵，嘛会用信仰告别来坚定咱的心志。咱也用启应的方式来懊恼、来感谢、来认罪。所以这就是咱第一个听书准备的听书。今日要继续来讲后壁两个听书，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恳求你，甲阮三合之地，求你拍开阮属灵的目睭，互阮有属灵的智慧，会当明白你的话的奥秘，透过你的话帮助阮，会当调整、更新、改变阮的心怀意念，互阮会当伫阮的生活中间落实你的话，来荣光你的圣名。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伫要开始讲后壁的听书进前，有一件代志要先甲大家来分享，就是咱来理解任何美好的属灵的代志、信仰的代志，拢有可能因为一件代志，互伊失去动力。这件代志叫做形式化。意思是讲，咱若做一件代志，不是咧做到尾仔变成例行公事的时阵，这件代志就对咱的生命无迄个更新改变的气力。比如讲，咱逐礼拜拢咧礼拜，咱若大变做一种例行公事，无来感觉怪怪，来阁无得到啥物，安尼就是形式化，失去了礼拜意义。祈祷嘛是相共，有时阵咱照3顿祈祷，早起时阁祈祷，暗时要困之前阁祈祷，一天至少祈祷5遍。你来变做例行公事，变做祈祷，改成亲像咧念一段文章尔，毋是真正咧甲上帝沟通。这就是形式化。有一个新行业教授叫做杰克迪尔，伊咧观察近代教会，伊发现近代教会有真侪问题，真侪软弱，
面对问题的时阵，充满无力感。过去是教会咧影响社会，即摆真侪教会被社会影响。即个教授认为讲，即种情形为什么会发生？即种情形，就是甲形式化、信仰的形式化有真大的关系。伊整理信仰的形式化有3个真重要的特色。咱透过安尼来反省。第一项，就是信徒会用知识代替生命，就是一般信徒会认为讲，我有真丰富的圣经的财物，安尼就够野。但是伊无法度将圣经的财物运用伫生活中间，落实伫生活中间。所以有丰富的圣经财物，却活袂出基督的生命，却结袂出圣神的果子。这是形式化的第一个象征。第二项，就是用传统代替能力。有真侪教会有真侪美好的传统。咱少年教会是100年的教会，咱嘛有真侪美好的传统。比如牧师甲大家分享过，咱教会至少有4项真重要的精神甲传统，甲咱礼拜堂的即个设备有关系。第一，就是咱后壁即个克西马尼园的即个彩色玻璃，在提醒咱教会是一个万民祈祷的殿。克西马尼园的祈祷是耶稣基督咧追求上帝心意的祈祷，所以这个是咱的一个真重要的传统。但是如果你若知影讲这是阮的传统，但是咱拢无咧祈祷，咱拢无咧照上帝的心意去祈祷，拢无咧透过祈祷来追求上帝的心意的时阵，这就变做形式化。牧师毋是讲咱就是安尼啦，但是咱爱提醒咱家己，毋通变做形式化。咱第二个传统就是后壁即个圣经，所有长老教会的礼拜堂，拢会放至少一本圣经伫礼拜堂中间。在提醒讲，咱的教会是建立伫上帝的话，咱的礼拜是用上帝的话做中心的。但是你知影即个传统，即个美好的传统，结果咱拢无爱读圣经。圣经只有礼拜日的时阵听书会，就读互咱听，安尼尔。这就是变做形式化。咱第三个传统就是，咱伫圣餐道头前有一个石头，艾欧纳斯。这个石头是咧提醒咱是一个宣教的教会。但是如果咱拢无咧宣教，咱的一人领一人，一人领一人，变做口号，这就是形式化。所以，遮尔好的传统，毋是干那放伫咱的嘴，是爱放伫咱的心，爱来实行出来。毋通互传统代替能力，无就是信仰的形式化。第三项，就是用仪式代替关系。咱有逐礼拜拢有敬拜，但是咱敢真正伫敬拜中间去享受着甲上帝同在，还是咱只是来进行一个仪式尔？咱教会嘛办真侪活动，你甲活动中间有建立甲别人亲密的关系，会当互相关心，迄种疼的关系。若无，伊只是一个活动尔，甲一般的社团无啥物无共款。所以，这就是信仰形式化所造成大的困境，嘛是咱爱去做调整的。咱透过安尼来反省，所以只有不是提醒咱爱精心改变，毋通互知识代替生命，毋通互传统代替能力，毋通互仪式代替关系。咱爱精心改变，咱就对咱的礼拜开始，咱要知影礼拜每一个天数到底是啥物意思？
咱是爱安怎参悟，才是真实的敬拜。所以咱接下来要来继续来看，吼，咱顶顶礼拜已经有讲过第一个部分，准备咱的心。接下来，当咱准备咱的心了，咱伫礼拜中间有一个真重要的时间，就是祈祷的时间。伫礼拜的祈祷分做两种，吼，第一种就是公祷。公祷是啥物货？公祷是伫礼拜中间，大家做伙为着某一寡人、某一寡代志共同祈祷。通常会由一个人带领。哦，咱伫第三堂的礼拜，咱有2遍公祷的机会。第一遍是礼拜开始进前，牧师伫10分前，拢会带大家做一个祈祷。咱会为着咱个人祈祷，会为着咱教会服侍同工祈祷，为着教会祈祷，为着台湾祈祷，为着世界祈祷。哦，这是共同的祈祷，普遍性的祈祷。啊，第二个公祷就是师会会带咱做一个公共的祈祷。啊，开喙的祈祷，吼，带领的祈祷，爱引起心灵的回应。哦，心灵回应就是讲，咱毋是咧听人祈祷了，咱是甲伊做伙咧祈祷。所以，当牧师也是讲师会带咱公祷的时阵，你若心中有念动的时阵，你会当伫你心中轻轻讲阿门。也是讲小可出声嘛袂要紧，莫去影响到别人。吼，诶，听到，咱回应讲阿门，这是我心所愿。吼，啊，当师会也是讲牧师带大家感谢上帝的时阵，你心中有无比侪要感谢上帝，你嘛会当讲哈利路亚。嘛会当讲感谢主、阿罗主，哦，你会当有一个回应，因为咱是做伙咧祈祷，毋是听人咧祈祷，所以这是真重要的。参悟公祷是大家做伙咧祈祷，哦，是共同为着一寡代志来祈祷。伫礼拜中间，咱嘛有祈祷的时间，咱伫第一堂甲第三堂。祈祷的时间有几个所在？第一个所在，吼，是伫牧师伫礼拜开始进前，公祷了，有一段时间，大概5分钟的时间，哦，迄个时阵司琴会伴奏，哦，啊，咱来安静心，因为咱可能带着真济咱的烦恼、咱的忧愁。啊，咱担心的事进入这个礼拜堂，咱会利用这段时间求主帮助咱，咱会将咱的需要、咱的烦恼，伫这个时阵透过祈祷交托给主。啊，搁另外一个时阵，就是牧师等下拢会为着大家做牧养代祷。我会为着病痛的人祈祷，会为着心神软弱的人祈祷，会为着有厝内底人死失的人祈祷，为着特别需要的人祈祷。这时阵，可能牧师嘛毋知影你拄着什么款的问题，你也当亲自向上帝求。祈祷的一个原则就是。倾心吐意，你爱将你心中的心意真正对上帝表达出来。好，你心内有偌济忧愁，甚至你有偌济感谢，有偌济快乐，拢会当伫主的面前来讲出来。哦，这是祈祷。啊，所以祈祷是伫圣经伫这个礼拜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听词。好，咱大家爱来配合。然后伫祈祷了，圣乐队献诗煞，咱会进入读圣经，甲听信息的时刻。好，咱过去早期通常有人，就袂人将做礼拜
讲是听道理，啊，当然听道理毋是礼拜全部，但是伊是礼拜中间真重要的一部分。圣经咱拄则所读的经文讲，上帝一切作为拢是信实公正，伊诫命确实可靠，伊命令永远有效，按照信实甲公义所徛立。咱嘛讲到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若照安尼去行，就是聪明。所以听从上帝话，是礼拜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咱来到教会礼拜，有一大部分，就是爱领受上帝话，加做咱信仰的粮食。咱信仰若有食粮食，咱的灵命就会成长。所以这是介重要的一个时刻。所以牧师有2项提醒。第一项就是你爱专心。其实伫少年教会讲道有若是一个真快乐的代志，因为我发觉大家拢真专心咧听。咱即马佫比过去较方便啦因为你见早期教会甚至一间教会连一本完整的圣经嘛无，因可能了有一卷一卷无完整的圣经放伫教会内底，信徒要家己有一本圣经还是无可能，所以大家爱来教会内底听，有诶嘛无一定捌字，爱听别人读互伊听。所以早期的教会信徒要领受圣经上帝话是真困难。所以因拢真自信，会当听遐个宣道师讲道的时阵，因拢会当把握这个机会，自信去听。今仔咱就加真方便，咱每一个人拢会当摕到圣经。甚至咱的手机内底就有圣经，随时早咧会当看。教会为着要帮助大家，较会当专心去领受上帝话，咱搁做投影片，搁互大家写笔记，这拢是帮助大家专心。专心的目的是咩啦？爱大家听有啦。爱理解讲，这段圣经的信息是要表达什么？所以这就是要求大家一定要专心来听上帝话。第二项，就讲当咱听有了，咱就爱心爱柔软，爱用上帝话来改变咱。咱毋是讲听了就袂记住啦。亲像雅各书所讲的，你照行了，你发觉你头毛头毛有翘起来，还是讲你衫穿了无整齐，你就会去调整嘛。无你照了，拢无要改变，安尼照行对你有啥物款的路用？圣经亲像一面镜相反，你照咱生命中间的不足，所以咱就爱柔软。互圣经的话、上帝的话来改变咱。牧师咧写每一篇讲道篇的时阵，我拢咧想啥物货？我咧想讲，这篇讲道篇敢若感动我家己。我会当透过这篇讲道篇来改变咱的教会，来改变啥物？咱为啥物要讲敬拜天使？佫分2讲来讲，就是我知影有一寡人做礼拜真久的时间。伊对一寡天使嘛无十分了解，所以就是透过这个信息的分享，帮助大家来做敬拜上帝，来帮助大家会当甲上帝有一个好的沟通。所以柔软的部分就是讲，你听了，你有感动，你就爱做调整，爱改变。好，当咱听了上帝话，这介要紧的代志了，咱就爱回应上帝话。回应上帝话，通常有2项，
第一项是奉献，奉献包含第一项金钱的奉献。金钱的奉献是真诚的奉献，因为咱知上帝是看咱的心意，毋是看咱奉献的济少。咱就知影，咱所有的都是对上帝来。咱手中的金钱，毋是属于咱的，咱只是暂时的管家。上帝是咱手中金钱的主人，咱只是将原本得属上帝。咱知影上帝的心意伫倒个时阵，咱将伊放伫上帝要使用的所在，借着安尼来参与上帝的事工。所以咱伫奉献了后，咱拢会吟一首圣诗，圣诗306首。大家会记起迄个歌词吼，咱吟的是其中一节讲：我的钱银献互你，用出拢趁你旨意；我的财情你想事，甘愿行你做器具。即句话吼，最后一句话讲：甘愿行你做器具。行是啥物意思？行就是咱招来嘛，招来较会行嘛。而且上帝一部分尔，所以咱爱甘心乐意，将上帝互咱的，咱有一个回应。所以甘心乐意毋是勉强现象，嘛毋是冲动下面的施舍。甘心乐意是经过祈祷。伫圣心帮咱下面，咱所做的决定甲行动，因为是圣心感动咱，所以咱所想的，就甲上帝的意思一致。咱所行的，就是要照上帝的心意，放伫伊要使用的所在。这是金钱的奉献，但是金钱的奉献只是一部分的奉献。上帝是要求咱做生命的奉献。咱拄则所读的第一段经文讲，保罗说是讲，所以兄弟啊，我用上帝慈悲劝你，将家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的，是上帝所欢喜的。咱安尼侍奉是理所当然。其实这个侍奉吼，意思就是敬拜啊。咱即款敬拜，敬拜就是一种献身的过程，将家己本身献予上帝。互上帝来使用，保罗讲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咱是对上帝来的嘛，咱是上帝所创造的，是上帝所救赎的，所以咱爱将咱家己本身献上，互上帝使用，做上帝的器具。所以生命奉献是咱更加应该爱做的一件事。所以，当咱每一遍咧奉献的时阵，你要做一个决志。主啊，我要成做你的器具，求你使用我。然后，咱伫奉献了后，师会会来报告，来做集体交通。因为咱除了伫礼拜中间拄着上帝以外，咱也拄着教会兄弟姊妹。约翰一书第4章20节讲，假使有人讲我爱上帝。却怨恨家己的兄弟甲姊妹，伊就是讲白贼的。伊既然无听迄个看会到的兄弟甲姊妹，怎样会当听迄个看袂到的上帝呢？所以上帝鼓励咱，除了敬拜主以外，搁爱学习彼此关怀。伫教会中间，咱来报告教会发生的一寡代志，特别咱的集体的需要。有一寡人有喜事，咱替伊欢喜；有一寡人拄着困境，病痛，也是失了亲人，咱着互相安慰，互相鼓励扶持。因为咱是一个大的家庭，所以咱会分这周报，过去咱拢会印这个纸本的周报，但是最近牧师要甲大家讲，咱有电子的周报哦，电子的周报就是咱会当用咱
赖的迄个咱的官网吼来下载，还是讲咱会当扫 QR code 来下载咱的周报吼。这个较方便吼，因为吼咱有即个咱即摆的周报，其实这字吼部数看起来，即摆已经小可有食力啦，较细字淡薄吼。你若下载伫你的手机你会当放大，会当看吼。而且佫袂浪费纸吼，这是一种环保吼资源诶节省吼。但是你若真正需要，你退袂要紧吼，因为内底有笔记。当然你若下载顶面有会当写笔记啦吼，你会晓使用吼。所以牧师要鼓励大家较侪使用电子的周报吼。伫这周报中间有记载咱教会的消息，咱得当来关心，互相扶持帮衬。然后最后就是祝祷吼，祝祷。祝祷一般人会了做讲祝祷就是礼拜要结束啊。其实祝祷毋是礼拜结束的意思，伊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祝福，我听了祝福，大家拢真爱，我会记得我迄阵伫南部咧服侍的时阵有时阵去其他的教会讲道，捌去一间教会伊迄教会是公务中有一支条真大支。我咧讲道时看，大家拢坐好势好势无想到迄条后壁有坐人咧因用一个小可电视咧看啦，因为迄个炸掉头前的叫要祝祷时，大家拢走出来要祝祷时，大家拢对迄条安尼闪出来，突然间加出一个人我就心中就感觉真趣味可能大家感觉认为互牧师的手安尼炸掉照着啦较是祝福啦其实毋是啦，牧师只是上帝的工具。只要你认真礼拜，只要你专心去礼拜，整个礼拜你拢会让领受祝福甲能力。但是祝福有一个真大的意思，就是这是圣经中间真重要的一段文章，就是祭司咧祝福百姓所使用的民数记第6章伊讲愿上主赐福恁，保护恁。愿上主伊的面光照恁，赐稳定互恁。愿上主举起伊的面看恁，赐恁平安。所以上帝借着牧师来祝福大家，主要是要互大家力量，要互大家力量做啥物代志，要互大家力量找遣大家出去。所以祝祷的第二个意思就是找遣，找遣就是找遣大家进入咱的生活中间去实践上帝的话，亲像这个以赛亚，伊伫敬拜了，伊有听见上帝的声，讲我会当找遣什么人，什么人肯为咱去呢？以赛亚就马上回应讲：“我伫遮，请找遣我。”所以牧师咧祝祷的时阵，大家除了领受祝福以外，大家爱明白领受祝福的目的，就是要找遣。所以祝祷的时阵，咱爱对上帝讲：“主啊，你找遣我离开遮了，你爱我做啥物？你爱我改变啥物？你爱我为你伫生活中间做啥物款的见证？”然后咱就充满快乐，行出礼拜堂了，就将上帝的话实践伫咱的生活中间，来为主做见证。这款的礼拜就一直持续到后一个礼拜，伊来到上帝圣殿中间，司会宣调开始的时阵，顶一个礼拜才结束，新的礼拜佫才开始。咱每一天拢咧礼拜，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牧师伫
祝祷的时阵，你着爱对上帝安尼讲：主啊，求你予我力量，予我出去了后，会当真真正正做工做盐来为你做见证。落尾阁有两件代志爱互大家明白。第一件代志就是咱祝祷进前的唱尾遍的诗歌，对无？好，上尾一首诗歌。啊，有的词汇会讲常用的诗歌啦，吼。常用的诗歌是包含圣父、圣子、圣神三一上帝的歌词的诗歌啦，吼。所以咱今日等下要吟的迄首508首，这就是常用的诗歌，吼。但是如果若毋是这，啊，譬如讲咱若唱513首。513首就是我拄则所讲的迄个祭司咧祝福大家，迄首诗改变的，迄就是祝福的诗歌，迄就毋是常用的诗歌，吼。啊，所以咱会当诗会时，咱会当讲尾遍的诗歌，还是讲祝福的诗歌，吼。啊，这就是即个差别。啊，佫有第二件代志，牧师若要来提醒，我毋知对当时开始吼，咱教会有一个习惯，就是伫尾仔牧师祝祷了，牧师拢会讲：啊啦，请坐，默祷、谢恩、恭受差遣，对无？吼，啊，然后大家就安静，抒琴就抒，个后奏吼，就是奏乐吼。啊，奏乐时咱着爱安静心，咱着爱祈祷，讲求上帝互咱几力，等下咱差遣出去了，吼，互我有能力实现你的话，吼。但是咱通常伫拢听好，伊结束了，咱拢会拍谱啊，吼啊，这有小可有问题啦，吼，因为吼，咱会感觉讲，假用是抒琴输了做好，咱会拍谱啊啦，吼，好啊，那安尼就麻烦啦，咱书会输了做好，咱嘛爱来拍谱啊，无书讲得了，你嘛爱拍谱啊，圣歌队唱了，你嘛爱拍谱啊，吼，咱毋是归荣光互人，是爱归荣光互上帝，吼啊，所以。咱最后的时阵，咱就是安静，好啊！感谢抒琴真认真来为咱做准备，互咱会当安静咱的心，来思考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好啊！得安静出去，结束了，咱互相做一寡交陪，好，好啊！唯一的咱讲的就是讲，咱若有拍谱啊，就是讲咱要归荣光互上帝啦，好啊！但是总是会互误解。啊，咱就尽量不一定爱安尼做，吼。啊，这是牧师啊，大家提醒，吼。啊，所以咱用2礼拜时间，将礼拜的听书，大家一一说明，互大家知影安怎参与伫即个礼拜。嘛，咱每一个人拢会当透过礼拜，甲上帝有真实的沟通。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求主帮助阮，伫每一个礼拜中间，拢会当甲你有亲密的沟通。阮透过真实的礼拜，将阮的心灵甲诚实表露出来，来荣光你的性命，也领受你所赏赐阮的快乐，互阮会当伫生活中间实践你的话，荣光你的性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